嘛，这个婚姻观呢是推广着古客的咖啡。今年第19年举办着台湾咖啡节，特别请来着大咖的歌手来演唱，啊，搁要邀请到全国的民众来古客听歌、啉咖啡。 一讲到古坑，大家一定想到在地咖啡。这几年来，农友一直咧拍拼栽种甲改良，古坑乡的咖啡是愈来愈出名。除了品质好，业者郑武信因的包装更加伫美国有头顶。美国设计大奖缪斯的产品设计奖的银奖。 为了推广在地咖啡产业，云林县政府逐年拢会推出台湾的咖啡节的活动，希望讲将在地品质上好的咖啡推广给更较侪人知影。举办第1届台湾咖啡节到目前为止，已经有19个年头。我们因现在推展台湾咖啡所做的各项的努力，也获致相当的成就。 台湾的咖啡节将伫11月22日、27、28要举行，邀请所有乡亲做去欣赏艺人的表演，同时会使享受到在地真香的古坑咖啡。